六千松波。第3课。我唱美北将记躺冲冲，无耻的野狼与白鹤。我妈，从前从前。将记时起米杯囊啦，日巴苏内西着切巴人。有一只野狼的喉咙里被骨头刺到，命在旦夕。会无兔内冲冲袭啦，他迫不得已而向一只白鹤说：“我米贝的苏北日巴迪七日顿若囊糖，请帮忙将刺在我喉咙里的骨头拔出来。”我却啦拈巴扛过这球，我可以送你任何想要的礼物。借给我念包切本了，如此认真诚恳地祈求着。冲冲起3巴上背，于是白鹤便大发慈悲。将其米杯囊起日巴切日顿若切巴人，帮忙将刺在野狼喉咙里的骨头拔出来。体借冲冲起将记啦，然后白鹤对野狼说：“他却给开连切把得了。现在按照你所承诺那样，我啦拈巴坠鬼写拉巴了，必须送我礼物。”如此说着，将记以拈巴马这杯刚啦。野狼说，在还没给礼物之前，却给手到人包提，我米杯囊啦就被马切。不仅你的那根长嘴伸进了我的喉咙，他东拈巴鬼西尔瓦提，他将那我的名作为给恰人。现在竟然还开口要礼物，这是多么不中听的话呀！借庆言吧，妹把人，如此般恶言相向。冲冲哈雷昏托内，白鹤惊吓得不知所措。将其且当提嫌拉谢本了，接着将野狼的行为告诉其他人。苍妹将其提摩擦糖吹凶没把人，大家都说那野狼简直是无惭无愧、寡廉鲜耻。借马背且被当年龙本的卡巴人，如此贬低鄙斥，恶名传遍了整个地方。且掌扣上杯垂内皮巴人，因此将他从善类中驱逐并除。生词
我差没吧，不知羞耻。江记，野狼。冲冲，鹤，长颈鹤。米波，喉咙。嘴巴，骨头。苏巴，刺入。西这，命为，命在旦夕。扣，他。无 took， 迫不得已。切尔顿，拔出。卓囊躺，请帮忙。却，你。拈巴，礼物，奖品。扛贵，任何所需。这把，坠把，给予，送。choke， 可以。蕊蛙，希望，期盼。捻包，认真，诚恳。三巴桑波，心地善良。体戒，然后。kelen， 承诺，答应。laba， 告诉。港，时候。秋豆，嘴唇，鸟喙。颈包，长的。就把，就把，伸进。马切，不仅。特东，仍然，还。西鲁瓦，声称，说法。哈江，十分，非常。那窝的敏拙，不中听，不入耳。给恰，语言，话语。禁言吧，恶言。妹把，骂我。说，讲。哈雷，惊讶。昏突噜噜噜，不知所措。且当，行为，做法。嫌，其他人。谢把，切把。说，讲。仓吗？全部，大家。吹胸没吧，无愧，寡廉鲜耻。妈 babe， 贬低，鄙斥。当年，恶名，坏话。拢波，地方。卡巴，传片。且长，
因为，所以。제일行列，by바驱逐、并除。